嗱，早兩日有單新聞咧，就話即係有個27歲上飛鵝山凌晨上去就屙尿嘅時間咧，就俾人打劫劫走咗3皮嘢。咁事隔1日之後咧，即係警察就調查完咧，就以呢個誤導警務人員呢個罪名將呢名男子去拘捕嘅。警方咧就靠好多唔同嘅天眼啦，即係再組織、再分析成個案情。咁呢條友仔咧就聲稱之前咧同老婆就上咗去飛鵝山觀景台，咁人有3急喺側邊咧，就即係解決完之後咧，就俾3名非華裔嘅男子行劫，當中咧有人揸牛肉刀咁搶咗隨身物品同埋3萬蚊現金嘅。咁事主咧隻手就有少少傷勢，之後咧3個人就即係坐翻個私家車離開現場。咁飛鵝山扎山道得一條路嘅啫，單行單向咁樣落山嘅。我相信咧，即係上山嗰度一辣豪宅應該就有 CCTV 啦。落山嗰度有間學校咁唔知即係會唔會話影到有個過程。咁喺山上邊咧，即係咁黑嘅環境啲街燈又咁暗，可能真係要靠睇下當時有冇人，有冇啲車 cam 係錄到啦。嗱，由於呢個案件性質嚴重即係當街當巷俾人老笠喎，叫做咁警方高度關注，事後咧就翻查大量閉路電視影片，包括呢個銳眼計劃之下咧，全香港閉路電視系統即係愛嚟收集情報。今時今日咧，即係犯咗案就好難走得甩噶啦，即係度度都有天眼係嘛，而且咧我相信都有人臉識別嘅，即係一嘟咁detect 到就即係隨時好簡單嘅程序已經可以跟蹤到一個人成個流程去咗邊度噶啦。咁喺搜集完證據之後咧就發現到即係冇證據顯示飛鵝山有呢個行劫案喎，亦都認為咧報案嗰條友個口供有疑點。咁可能20零歲錯多幾嘢啦。詳細調查之後，有人就承認因為金錢糾紛而即係捏造故事、虛構事件。咁呢啲就抵拉啦，浪費警力添啦，直情係浪費納稅人資源因為金錢糾紛而虛構一件事係不負責任嘅行為。咁啱啱講咗啦，浪費警方資源啦，亦都造成即係可能有啲市民嘅恐慌。哇！大佬，即係香港幾時變到好似即係 New York 咁樣即係發生多幾單呢啲咁嘅嘢，夜晚唔敢出街㗎咯喎。新聞都有講到咧，及後呢個男子就用嗰啲追蹤，即係有個 AirPod 咁樣啦，就追蹤到去咗廣東道，即係油麻地嗰帶。咁所以咧，自己又揸翻架車去翻嗰個區度結果咧喺一個叫金華大廈出邊又見到嗰3條友喎。但係最終咧，即係嗰幾條友就走甩咗。呢件事就帶出咧，即係呢個27歲報案嘅男子即係可能思想都未成熟啦，唔知咩心態佢以為真係編造一個故事出嚟我俾人打劫報咗案拎住張報案紙咁樣，咁可能爭人錢啦，就同人講啦，我俾人打劫唔係我唔還錢類似咁樣啦。呢個都係想像出嚟嘅啫。亦都有指呢個男子咧有三合會背景即係任職呢個車房嘅維修技工。咁實際咧亦都曾經牽涉呢個賣屍友即係我哋所謂嘅鬼友啦。咁最終調查之後發現咧，案發當日嘅凌晨，呢個男子實際咧就喺秀茂坪安達臣道同3個非華裔嘅男子發生爭執。咁期間咧，呢個佢個手袋就跌咗落地下，俾對方執走咗，就帶離開咗現場。而且過程當中咧冇使用任何武器添。最重要就係都冇人受傷喺呢個即係爭執裏邊。呢個後生仔幾有想像力喎。除咗涉及金錢糾紛之外咧，同劫案係完全冇關係嘅。呢條友咧就係懷疑失物損失而意圖誇大事件。咁咪要諗翻轉頭啦，係咪我哋嘅教育出咗問題呢？呢個似乎係一個好似狼來了嘅故事喎，但係佢唔會俾佢重複3次發生啦，因為呢個大家認為打劫搶劫事態係非常之嚴重嘅。咁而且佢又報稱有受傷啦，即係當然係警方係用盡晒全力，即係去集中幫佢去做一個調查啦。咁我又唔明佢點解可以咁大膽啦，與事實不符，虛構
完全係吹水吹出嚟嘅，都冇事實根據，咁到最尾都係俾人拉㗎啦。即係我都諗唔到有第二個結果啦。即係與其係咁樣，要遲啲先還錢俾人嚇，即係呢個涉及財務糾紛啦。咁啊，點解唔直接同當事人一個對口嚇，大家心平氣和解決呢件事呢？唔知你對呢單新聞有啲咩睇法呢？不妨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啊！